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，全港一手市場延續復活節假期後嘅旺勢，現樓項目柏傲莊 C 首輪標售即售出52伙，總成交金額高達12.8億，最高成交價更達到4356萬。尺價高見3.6萬，成為新界焦點之一。呢個由新世界發展聯同港鐵打造嘅大圍地標項目，過去個週末吸引近5000人次參觀。發展商已經表明會短期內加推新一批單位，仲研究修訂價單，應該會趁勢加價。同場熱賣，仲有將軍澳日出康城嘅海堤灣。由信和、嘉里、嘉華、招商局置地同港鐵聯手打造，第三輪銷售合共售出71伙，套現超過5.6億，當中唔少係開揚海景單位。項目已經累售595伙，成交金額突破52億。最高成交尺價達19,150元。雖然錄得3宗取消交易，料涉約118萬殺訂，但係整體銷情仍舊大旺，顯示市場對海景盤需求依然強烈。講到龍頭項目啟德海灣一期，由嘉華、會德豐地產同中國海外等合作發展，累積已售出802伙，套現逾66億元。會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就形容，今年首季新盤銷情相當理想，集團首季銷售額突破104億，按年升3倍，成績斐然。至於其他新盤焦點，中環連沽2個複式單位，吸金接近8500萬，清袋指日可待。屯門 Double Coast 3張喺星期四加推32伙，折實價450萬起步。天璽可以 B 期最快短期招標，共提供140伙，當中4房戶超過60%，料再次吸引家庭用家入市。跑馬地海最新高層一房單位實尺售3.54萬，創下區內近月新高。全港今個月截至目前為止，一手成交約780宗，市場熱度明顯延續。轉睇二手市場，葵涌新葵芳花園有個鳳凰樓2房單位以568萬成交，創屋苑逾2年新高，平均尺價13342，按月升5.8%。中原地產表示，盤源短缺令業主議價空間縮窄，買家出手明顯加快。元朗區亦不甘後人，朗天豐有一房單位以430萬易手，原業主持貨1年，帳面升值超過8%，反映新入伙屋苑短期炒賣活動活躍。元朗於過去週末錄得16宗二手成交，其中有3宗屬短炒獲利，市場氣氛積極。不過10大屋苑成交方面略為降溫。中原及美聯數據顯示，長假期後首個週末10大屋苑共錄約8宗成交，重返單位數水平，按週回落約27%至33%，部分屋苑零成交。新盤銷情強勢，加上部分業主反價，都令二手交投短暫回氣。但代理指出，整體市場氣氛仍然穩健，並無明顯轉弱跡象。至於樓價走勢方面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最新報153.68點，按週升0.99%，連升2週，共升1.86%，創近2年半新高。美聯樓價指數亦錄得1.1%升幅。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指出，近期二手低價盤明顯減少，買家入市信心進一步提升。雖然中東局勢不穩，但係香港樓市展現極強抗跌力。一手市場今年首季成交超過6000宗，創2013年新例後同期新高，成交金額更超過628億，按年大幅上升。供應方面則相對緊張，近3年平均每年僅提供約6000伙住宅，較高峰期下跌45%。仲量聯行最新報告指出，未來住宅供應量將逐步下滑，預期有利樓價進一步支持。豪宅市場亦繼續發力，2026年首季成交價5000萬以上的豪宅達146宗，按年上升近1.3倍，當中逾億元個案更有52宗，按年升2.4倍。
涉資總額93.56億，按年暴增3倍。好似西半山、天譽、九龍站、天璽等頂級項目持續吸引大手客及內地買家入市，令豪宅熱度持續不減。發展商普遍看好後續走勢。會德豐地產表示，新盤定價趨升屬大勢所趨，同時隨住樓價回升，短炒個案可能增加。不過，代理行普遍認為，一手熱賣雖然帶動氣氛，但二手成交短期受購買力分流影響，或會出現輕微調整。幸好拆息持續回落，加上銀行定息按揭計劃吸引，對整體入市氣氛無疑係一大支持。總體嚟講，2026年樓市仍然保持強勁動力，新盤連環熱賣，豪宅價量齊升，二手市場穩中有進，外圍因素暫未見明顯壓力。短期內，隨住供應減少同買家信心回升，樓價有望續穩中向上。下半年變數包括息口走勢同政府土地策略，值得持續關注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。